大家好，我係 Tomato 葉，歡迎嚟到 ABC 已經解經頻道啟示錄系列嘅第6課七雷嘅奧秘。ABC 嘅 A 就係 Ask Questions， 我哋一齊睇下今日嘅預想問題啊。Question 1， 被封印嘅七雷內容最有可能係關乎乜嘢呢？ Question 2， 第7號吹號前出現嘅大力天使，佢屬天使中嘅邊個階級呢？ Question 3， 呢個大力天使所屬嘅階級對我哋嚟講有乜嘢啟發性嘅意義呢？ Question 4， 點樣先得到更有榮光嘅新身體呢？ Question 5， 點解有啲信徒只係聽到打雷聲嘅呢？ Question 6， 七雷嘅內容點解要封上呢？ Question 7， 啟示錄嘅得勝跟新約聖經中嘅乜嘢概念係相等嘅呢？ Question 8， 聖經對失敗者點樣形容嘅呢？ Question 9， 失敗者可以翻身成為得勝者嗎？翻身期有冇期限嘅呢？好，嚟到 ABC 個 B Bible Story 嘅主打經文啦。啟示錄10:1-7，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着雲彩，頭上有紅，臉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他手裏拿着小書卷，是展開的。他右腳踏海，左腳踏地，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哮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發聲。七雷發聲之後，我正要寫出來，就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七雷所說的，你要封上，不可寫出來。我所看見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舉起右手來，指着那創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遠遠的，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但在第7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神的奧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傳給他僕人眾先知的佳音。Question 1， 被封印嘅七雷內容最有可能係關乎啲咩嘅呢？七雷嘅具體內容呢，啟示錄講到呢係刻意被封上嘅，相信呢要知道具體內容呢，要等到打七雷嗰一日噶啦。不過呢，呢個七雷係關乎乜嘢人同事呢？我認為可以用以經解經嘅方法呢，進行一啲可能推論嘅。啟示錄10:3-7，大力天使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哮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發聲。但在第7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神的奧秘就成全了。喺呢段經文咧，我哋睇到咧七雷發聲咧，正正喺第7號之前嘅，而第7號就係神嘅奧秘，而第7號神嘅奧秘正正記載喺哥林多前書15章嘅。哥林多前書15:51-52，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吹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由於7號之前有七雷，而七雷同7號係緊湊連接嘅，七雷可以被視為第7號嘅預備期，而第7號嘅吹號正正就係災中嘅大規模被提事件。有關經文嘅詳細拆解咧，可以 refer 翻 Chapter 3嘅中集。點解第7號之前會有七雷呢？關於打雷咧，有一段非常得意嘅經文。約翰福音12:28-30，耶穌榮耀進耶路撒冷城後的一段說話記錄。父啊，願你榮耀你的名。當時就有聲音從天上來說：我已經榮耀了我的名，還要再榮耀。站在旁邊的眾人聽見，就說：打雷了。還有人說：有天使對他說話。耶穌說：這聲音不是為我，是為你們來的。呢段經文咧，俾我哋睇到咧，神喺天上
對被揀選嘅對象說話嘅時候咧，被揀選嘅對象係可以聽到個內容嘅，而同行嘅人咧，只係聽到天使嘅聲音。好似打雷喎。類似嘅現象咧，唔單止發生喺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之後啊，原來咧耶穌向保羅顯現嘅時候咧，同行嘅人都出現類似嘅情況嘅。使徒行傳9:5-7，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起來，進城去，你應該做的事，必有人告訴你。同行的人站在那裏，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們聽見聲音，聽不懂那說話的聲音，卻看不見人。就係冇被選上嘅人呢，係聽到聲音，但係聽唔到聲音嘅內容㗎。俾我諗起一段經文，就係馬太福音22章14節嘅羔羊婚宴比喻之後嘅總結語啦，就係被召嘅人多，選上嘅人少。教會呢個字，有啲宗派咧譯成召會嘅，就係指耶穌從世界呼召出嚟嘅一班人。而呢一班喺世界裏面被呼召出嚟嘅群體，係咪每一個都有資格進入羔羊婚宴呢？喺四福音嘅啟示裏面咧係否定嘅，唯有得勝嘅預備好嘅童女咧，先可以被選上進入羔羊婚宴。經文咁講。因為被召嘅人多，選上嘅人少。關於七雷七雷咧，裏面係涉及信息內容嘅，只不過相關嘅信息內容咧，約翰當時被告知需要封印。既然係封印，到時機成熟就會解開噶啦。就喺第七號吹響之前嘅七雷時期，被選上嘅一班人，相信會聽到大力天使好似獅子哮叫嘅呼喊咁，呼喊出有關嘅七雷信息㗎。被召嘅人多，選上嘅人少。如果係被召但係未被選上嘅呢，好可能只係聽到打雷聲。我覺得呢，亦都有另一個可能，七雷可能跟七號係對應㗎。可能七號喺未被選上嘅人耳中呢，就係七雷，即係蒙揀選嘅得勝者聽到嘅就係號筒聲，而尚未得勝嘅教會肢體聽到嘅會係雷聲。所以呢，七雷嘅內容雖然係被封上啦，但我覺得呢，好有可能係關乎教會中嘅尚未得勝者。我叫做尚未得勝者啦，因為就算係所謂嘅失敗者呢，之後都可以翻身成為得勝者噶嘛。Question 2， 第七號吹號前出現嘅大力天使，佢屬天使中嘅邊個階級嘅呢？啟示錄5:11，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從呢段經文咧睇到咧，第七號前出現嘅大力天使係千千萬萬嘅天使之中嘅其中一位。我哋繼續聽下呢位天使有咩特徵啦。啟示錄10:1-3，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着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哮叫。呢位大隻仔天使有咩特徵呢？身上有雲彩啦、彩虹啦，好似太陽咁光嘅，腳好似火柱嘅，講嘢咧好似獅子咆哮咁嘅。耐人尋味嘅係，佢跟坐喺寶座上嘅人子，即係耶穌，係非常似噶。我哋睇睇有關經文啦。啟示錄1:13-15，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腳好像在爐中鍛煉光明的銅，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啟示錄4:2-3，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着寶座，好像綠寶石。關於大隻仔天使同耶穌我做咗個表噶，做個比較。大隻仔天使咧，
有雲彩啦，而人子耶穌咧就好似碧玉同紅綠寶石噶，即係話咧兩者嘅形象咧都係色彩繽紛、燦爛奪目嘅。到第二點啦，就係大隻仔天使咧頭上面有七色彩虹嘅，咁人子耶穌嘅寶座咧都係圍繞住七色彩虹。第三點啦，塊面就幾乎一樣噶啦，大隻仔天使咧就臉如日頭啊嘛，咁人子耶穌塊面咧就如同烈日放光，其實咪一樣。第四點，大隻天使兩腳像火柱，咁人子耶穌咧腳就好似光明嘅銅，其實 similar。到第五點啦，大隻仔天使咧嗰把聲啊，好似獅子咆哮咁嘅，而人子耶穌咧把聲好似眾水嘅聲音，兩者嘅聲音啊都係震撼靈魂嘅。咁有啲解經家咧會咁樣睇噶，呢個大隻仔天使會唔會就係耶穌本尊呢？ Question 3， 呢個大隻仔天使所屬嘅階級對我哋嚟講有咩啟發性嘅意義呢？雖然有啲解經家咧認為嗰位大力天使咧就係耶穌本人吓，但係咧如果以經解經咁睇嘅話咧，第7號就係對照帖撒羅尼迦前書嘅被提事件，而呢一段第7號嘅平衡經文咧，帖前4章16咧，其實俾咗個答案俾大家嘅。帖撒羅尼迦前書4:16，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原來呢位第7號預備期嘅大隻仔天使咧係天使長嚟嘅，俾我睇到一個啟示，就係越似耶穌階級就越高。我相信呢個原則咧唔單止只係應用喺天使點樣分階級，我哋作為地上嘅聖徒，有一日會得着散發榮光嘅復活身體嘅。不過每個人嘅榮光程度原來係唔一樣嘅。我睇睇以下經文啦。羅馬書8:29，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哥林多前書15:41-44，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軟弱的，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活的是靈性的身體。啱啱兩段經文咧，俾我哋睇到咧，將來基督徒嘅復活新身體係榮光有別嘅，而其中榮光最大嘅就係諸長子階級啦，就係會效法神兒子模樣嘅，即係似耶穌嘅諸長子。而呢個諸長子階級咧，係有份喺天上耶路撒冷嘅王權嘅。我哋睇睇以下關於諸長子嘅經文。希伯來書12:22-23，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裏有千萬的天使，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呢段經文嘅諸長子之會，其實會原文就係教會，即係諸長子之教會，即係教會嘅得勝者，亦係啟示錄12章逃難婦人嘅長子男孩子，將要用鐵杖管轄萬國，與主耶穌基督一同作王嘅。啟示錄12:5，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管轄萬國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聽完頭先嗰批經文，我哋睇到諸長子就係婦人生嘅男孩子，即係啟示錄12章嗰個婦人嘅長子，亦都係位列喺天上耶路撒冷者，亦都係擁有轄管萬國嘅王權者。
喺下一節開始之前，大家可以喺評論區度留言討論以下問題啊。被召嘅人多，被選嘅人少。馬太福音22章14節，你點樣睇呢個羔羊婚宴嘅原則呢？ Question 4，點樣得着更有榮光嘅新身體呢？俾我哋睇到一個原則嘅，天使越似耶穌，階級就越高。我哋地上聖徒咧，活得越似耶穌，復活後身體嘅榮光就越大。原來神咧會按住我哋得勝嘅程度，睇下我哋配唔配得接受更大嘅榮光嘅。配唔配得？乜唔係救恩係白白嘅恩典？由於我哋唔配嗎？教會一向教導好行為係唔能夠換取救恩嘅喎。以弗所書2:8，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的確，救恩係白白嘅恩典，我哋都係不配噶，我哋都係因着信心白白領受嘅，免得我哋會自誇。不過，關乎進神國 （Kingdom of God） 係涉及 Kingdom 王權嘅，即係 Kingship 嘅大細吓。上帝會用艱難嚟稱一稱大家，睇下大家配唔配得噶，即係喺艱難試煉中得勝，能夠配得神嘅國。神國就係王權嘅賞賜。使徒行傳14:22，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行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帖撒羅尼迦後書1:5，因你們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難中，仍舊存忍耐和信心，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明證，叫你們可算配得神的國。你們就是為這國受苦。啟示錄3:4，然而在撒狄，你們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要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得過的。另外，關於有冇資格進入羔羊婚宴，原來聖徒所行嘅義，即係好行為，係衡量能否進入羔羊婚宴或者王權大細嘅基準。馬太福音22:12，關於羔羊婚宴，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啟示錄19:7-8，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宴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Question 5，點解有啲信徒只係聽到打雷聲嘅呢？我相信呢，好有可能係因為呢，仲未躋身喺得勝行列啦。這本啟示錄呢，你會發現呢，對教會嘅描述呢，冇乜講到失敗嘅教會嘅命運噶，但係要躋身成為得勝者之一呢，內容上係不斷重複噶，成為啟示錄嘅焦點。我覺得點解唔講失敗者命運呢？因為神想我哋個個躋身成為得勝者，或者係尚未得勝者，即係話會追求成為得勝者噶。焦點係得勝咗或者尚未得勝嘅啫，冇理由係失敗嘅。由於咧啟示錄個焦點咧都係得勝者，於是咧流行有兩種睇法噶。第一種就係得勝者就係等於得救者啦。如果將得勝者同得救者等同嘅話咧，會推論出兩個比較怪嘅結論噶。一係就過嚴，唔得勝就唔得救噶啦。嗱，咁嘅話咧，咁究竟有幾多人得救呢？而且會抵觸憑恩典因信稱義嘅真理。我哋得救係本乎恩，唔係靠行為噶嘛。另一邊嘅可能推論咧就係所有得救嘅咧都一定係得勝者。我稱呢種嘅睇法就係屬靈嘅躺平主義啊，hea住做基督徒啊。反正得救同得勝都係靠恩典，唔係靠行為噶咯。咁我完全靠耶穌嘅寶血洗淨咗我嘅罪，
靠耶穌喺十字架上嘅得勝就係我嘅得勝，咪搞掂咯。咁樣睇法咧，得勝就變咗係地位上噶啦，完全唔係靠行為，完全靠耶穌嘅寶血使我哋得勝啊！而且仲會聲稱，只要係真正得救嘅咧，神就必定使佢得勝嘅。以上兩點咧，一係過嚴，一係過鬆嘅推論咧，我係唔認同噶，因為得勝者同得救者係兩個唔一樣嘅概念，而且既然有得勝者，就會有失敗者。或者叫做尚未得勝者，就好似10個童女裏面，既然有5個係聰明嘅，就有5個係愚拙嘅啦，就唔係10個都聰明噶。所有得救嘅信徒必須追求得勝，而得勝係靠行為嘅。喺啟示錄嘅第2章到第3章，聖靈向7間教會，即係得救者嘅呼籲，就係要得勝。而得勝都係跟好行為相關噶。我哋聽聽聖靈向第1間教會嘅呼籲。啟示錄2、5、7，第1間教會，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再聽聽聖靈對第2間教會嘅呼籲。啟示錄2、10、11，第2間教會，你們必受患難10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得勝的必不受第2次死所害。第3間教會嘅呼籲。啟示錄2、16至17，第3間教會，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那裏，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着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聖靈向第4、第5間教會嘅呼籲。啟示錄2、26，第4間教會，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服列國。啟示錄3、4、5，第5間教會。然而在撒狄，你們還有幾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凡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聖靈向最後2間教會嘅呼籲。啟示錄3、11至12，第6間教會，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它上面。啟示錄3、19、21，第7間教會，所以你要發熱心。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7教會嘅得勝條件：第1，行最初所行嘅事；第2，至死忠心；第3，悔改；第4，遵守我命令到底；第5，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第6，要持守；第7，發熱心。全部都係跟好行為相關嘅。Question 6： 7類嘅內容點解要封上呢？喺聖經咧，某一啲種類嘅詳細內容咧，經常都會講俾你知個輪廓，但係詳情咧係要封印嘅。例如第一類咧，關於天使鬼魔嘅詳情。天使咧有千千萬萬嘅，咁但係咧真係記載天使長嘅名字咧，都係得2個嘅啫，一個就係米迦勒，一個就係加百列。我講緊嘅係正典啊，如果計埋次典等等嘅非正典咧，好似以諾書咁咧，咁就天使名字好多嘅，畢竟都唔係正典。另外，連魔鬼嘅墮落啊，喺正典裏面啊，從呢個嘅路西弗變成撒旦個過程咧，都唔係好明確咁樣交代噶。神學家咧，只不過係透過以賽亞書巴比倫王同埋以西結書推羅王嘅象徵寓意，推論出明亮之星路西弗點樣墮落成撒旦。
第二類啦，關於陰間啊、樂園、天堂嘅詳情喺新約聖經咧，保羅話認識一個人咧上過第三層天噶，所聽到嘅就係人不可說的內容係封印嘅。第三點係關於聖靈吓，聖經嘅聖靈論咧，大都係集中喺聖靈與基督同埋聖靈與教會嘅關係噶。但係其實我哋知道咧，聖靈嘅工作咧係不止於此噶。聖靈咧係有份參與物質世界嘅創造噶，基督係透過聖靈而充滿萬有噶。至於聖靈同物質界嘅關係咧，你睇聖經咧內容係冇乜噶，反而咧你讀下基因工程啊，或者了解下量子力學啊，可以更睇得到聖靈喺物質界充滿萬有嘅偉大。另外，聖靈點樣喺教會以外叫萬國嘅人認識神呢？好似喺使徒行傳嘅哥尼流喺神眼中係一個義人，但係佢當時係仲未信耶穌噶，而且仲係一個外邦人嚟添。摩西嘅外父葉忒羅係米甸嘅祭司，佢所敬拜嘅上帝咧，究竟係咪耶和華咧，都值得商榷噶。但係聖靈咧，居然喺出埃及記18章咧感動葉忒羅講，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聖靈唔單止淨係參與咧喺人間界發生嘅事件，連天界、陰間界，聖經都有記載聖靈嘅活動噶。可以睇睇以下兩段經文啦。詩篇139 7-8，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裏？我若躺在陰間，你也在哪裏？彼得前書3:19，他基督藉這靈也曾去向那些在監獄裏陰間的靈傳道。但係有關嘅詳情咧，聖經都係蜻蜓點水式嘅帶過。到第4點啦，關於點樣處理一啲未得勝嘅基督徒嘅詳情咧，其實我覺得咧都係刻意被封上噶。相信有啲嘢未到時候係冇必要知得太詳細噶，而相反下，詳細交代嘅係必定有佢嘅重要原因噶。舉個例子咧，頭先講過聖靈嘅奧秘，聖經講聖靈大部分都係講聖靈同基督嘅關係，同埋聖靈同教會嘅關係。裏面嘅啟示內容咧，對我哋屬靈生命嘅成長係非常重要嘅。道理一樣嘅啫。關於得勝者，啟示錄係詳細交代佢哋嘅榮耀結局噶。因為呢啲啟示對我哋今生嘅屬靈成長同埋下一個生命嘅福祉會造成關鍵性嘅影響。啟示錄29 4-5，為上帝之道被斬首的人的靈魂，和沒有拜過那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打過他印記的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1000年滿了。喺呢段經文咧，我哋睇到咧，得勝者咧比其他嘅死人咧係提早復活1000年，係一種特權嚟噶。呢個特權叫做第一次復活有份，而呢班人咧會喺千禧年間咧與耶穌一齊統治地球噶，甚至有可能統治3界，即係天界、人間界同埋陰間界嘅。但係究竟點樣處理教會中嘅未得勝者或者係失敗者呢？聖經嘅啟示裏面咧冇話太過清楚嘅詳述噶，我哋只能夠反推咧呢班失敗者係冇份於第一次復活中，亦都唔能夠與主作王1000年。前幾年咧睇咗篇文章，關乎葛培理喺2013年95歲生日嘅時候咧，心裏面有一個好大嘅負擔。全世界嘅教會文化都充斥住輕信主義 （easy believism）， 就係對因信稱義嘅理解唔平衡，覺得既然因信稱義啦，得救又唔係靠好行為，所以信咪得咯，信就得噶啦。所以咧就出咗咧平約瑟嘅恩典福音神學出嚟啦。就算犯咗罪認罪啊，都大可不必啊，進天國與主一同作王係不必努力噶。呢個就係葛培理所講嘅 easy believism 輕信主義，呢啲包裝住因信稱義，實際講躺平有理嘅輕信主義，
極可能帶領人進入滅亡嘅，因為呢種因信躺平嘅態度，極可能係源自自以為有嘅假信心。我哋睇睇以下4段經文啦。路加福音8:18，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雅各書2:19，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虛浮的人啊，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啟示錄2:11，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所害。啟示錄3:5，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必不從生命冊上塗抹他的名。喺下一節開始之前，大家可以評論區度留言討論以下問題啊。得救係靠恩典，而得勝呢需要靠好行為嘅，你點睇呢？ Question 7， 啟示錄嘅得勝跟新約聖經中嘅咩概念係相等嘅呢？得勝其實就係長成基督嘅身量。以弗所書4: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得勝即係活出聖潔。聖潔呢個字咧，可以譯成聖別。呢個別咧係分別出嚟嘅別吓，即係話你活出一個與眾不同嘅、有別於世界嘅屬靈生命。提摩太後書2:21，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得勝又可以講成持續被聖靈充滿嘅生命。馬太福音25:4，聰明的拿着燈，又預備油在器皿裏。再實際啲啊，得勝其實即係活出一個愛嘅生命。加拉太書5:22，聖靈所結果子是愛、喜樂、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呢課咧最重要嘅內容咧就係以下呢1分鐘噶啦。呢幾個月咧我幫教會咧搞呢個 Alpha Course， 咁其中有一課咧就講到聖靈嘅。聖靈就係愛。啱啱嗰段經文啊，講到聖靈嘅果子，原來果子原文得一個嘅啫，而第一個元素講嘅就係愛，所以聖靈充滿嘅特徵就係愛，因為聖靈就係愛。聖靈嘅果子嘅原文係單數，就係愛，而同愛相關嘅表達咧就有以下嘅8個特質嘅。喜樂其實就係愛嘅愉悅。你認同嗎？平安就係愛嘅信靠，而忍耐咧係愛嘅等候。如果大家咧係為人父母嘅話咧，仔女去到青少年反叛期咧，都真係幾頭痛噶。求主教我哋一個愛嘅等候嘅功課，就係忍耐啦。恩慈其實就係愛嘅體諒啊！我有大條道理定你罪，話你唔好噶，道理喺我嗰度。我有道理，但唔同你講道理。我體諒你嘅軟弱。諗下，原來耶穌基督都係咁樣對我哋嘅。咁良善呢，咪係愛嘅性情咯，因為不加害於人啊嘛。咁信實呢，信得過嘅，呢個咪係愛嘅堅定咯。守約嘅精神，聖經呢成日形容上帝係守約施慈愛嘅上帝。咁溫柔呢，咪係愛嘅柔軟咯，我願意溫柔落嚟，改變我自己，我選擇不再剛硬，選擇唔遷怒於人。咁節制咧，其實係一種愛嘅征服嚟嘅，就係征服自己啊，唔好過分放縱啊。因着愛，我願意節制勒住自己。要活出咁嘅生命咧，係必須依靠聖靈噶，因為如果冇聖靈充滿，人係難以做到嘅。呢個生命就係聖靈喺啟示錄對7教會所講嘅得勝嘅生命啦。Question 8，聖經對失敗者點形容呢？
好多人會咁問噶，基督徒嘅得勝者咧，會比其他人咧提早復活1000年，與主一同作王噶嘛？咁基督徒中嘅失敗者咧，佢哋得救噶，但係嗰1000年，神點處理佢哋咧？其實咧，聖經係冇特別清楚詳細記述呢一部分噶，只係對呢班失敗者咧有咁樣嘅形容。第一，佢哋係赤身者。哥林多後書5:2-3，我們在這帳棚裏嘆息，心想得拿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第二，佢哋係不穿禮服者。馬太福音22:12，關於羔羊婚宴，就對他說：朋友，你到這裏來，怎麼不穿禮服呢？那人無言可答。第三，佢成日覺得咧神好惡死噶。馬太福音25:24，那領1000的也來說：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第四，被奪去者。馬太福音25:28-29，奪過他這1000來，給那有10000的。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啟示錄3:11，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第五，被丟到外面黑暗者。馬太福音25:30，把這無用的僕人掉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我知道好多人想問呢個問題嘅，外面黑暗裏咧係指邊笪地方咧？咁我呢一課就唔多講啦。咁我會喺咧下一課，即係第7課啦，聖經3界結構詳解，再詳細講嘅。第6，失敗嘅基督徒咧被形容成虧本者，即係蝕大本啊。哥林多前書3:15，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呢啲自稱係基督徒，話自己信咗噶啦，但係無法活出與基督嘅恩典相稱嘅新生命，係有2種可能噶。第一種，佢係真係信咗噶，所以咧除咗救恩之外咧，上帝本來應許佢嘅賞賜都會被腰斬。聖經咧真係用行刑嗰個腰斬呢個字噶，喺路加福音12:46同埋馬太福音24:51嘅原文。有啲解經家咧就認為咧呢個腰斬咧係對惡僕嘅行刑嚟噶，咁即係話呢班惡僕咧係要滅亡噶。但係我嘅傾向解釋咧，既然真信咧就唔會滅亡嘅，自己卻要得救，不過就好似從火場經過一樣。所以咧，對惡僕嘅腰斬呢個比喻嚟嘅啫。神俾呢班人本來嘅應許同賞賜會腰斬，會中斷，除咗救恩以外。不過唔好忘記有第2種可能吓，有啲自稱基督徒但係活唔出救恩嘅果子出嚟嘅咧，好可能就係受輕信主義 easy believism 嘅影響，就自以為自己決咗志信咗咪得咯。根本冇諗過要跟隨耶穌嘅教訓噶，呢種無法跟隨耶穌嘅信心咧，係魔鬼都有嘅信心嚟噶。雅各書咁講下，你信神有一位，魔鬼也信，卻是戰驚。呢啲連自己都呃埋嘅假信者，終局就係滅亡。Question 9，失敗者可以翻身成得勝者嗎？翻身期有冇期限嘅咧？其實咧，我唔係好中意失敗者呢3個字嘅，因為聖經係冇出現過噶。失敗係相對得勝而言嘅，咁不如咁講啦，尚未得勝者更貼切嘅。我成日覺得咧，神會不斷俾機會我哋嘅。災前被提，基督徒走咗一批，咁剩低喺地上嘅基督徒咧，都有悔改嘅機會噶，等待第2批嘅被提。即係災中嘅最大規模被提事件。
過埋災中啦，咦？其他大部分嘅基督徒都走晒，哎呀大禍啦！自己仲留喺地上面受苦受難，唔好灰心，仲有機會噶。第三批被提，不過第三批被提之前呢，你好有可能係需要同天使一齊去傳福音，甚至要為主殉道嘅。我哋聽聽羅馬書2章4節啦。羅馬書2:4，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神鼓勵我哋基督徒要得勝，唔單止係喺7年大災難嘅災前、災中或災後嘅，直到千禧年完結啊！神依然要求佢嘅教會要得勝。啟示錄21:7，千禧年後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我相信呢，要得勝呢個要求呢，會持續到千禧年完結噶，直到白色大寶座做最後嘅判決。從以下經文呢，我哋睇到呢，進入得勝行列係有期限噶。啟示錄22:11，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白色大寶座之後，一切都冇得再翻身噶啦。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下一課，第7課，精彩咯！聖經中嘅3界結構啊，鼓勵神師明辨嘅聲明。1，傳統上呢，災前、災中、災後嘅被提論呢，都有經文根據噶。如果運用實意釋經原則以經解經嘅話呢，我哋可以平衡到3種觀點嘅經文嘅。咁我哋認為呢，得勝者分批被提呢，似乎係最能夠平衡3種唔同觀點嘅。第2，本頻道咧對啟示錄嘅拆解 structure 咧，到最後係咪真係咁應驗呢？係發生咗之後先知道噶。研究聖經預言咧係一個 questing journey， 係一個尋找嘅旅程。呢個頻道咧主要係示範用實意釋經原則，嘗試盡量按正義嚟拆解啟示錄嘅經文嘅，以提供 suggested answers only。3，研讀啟示錄咧，唔係要預測主嘅日子，而係要明白神喺末世嘅整體計劃，以達到盼望復興啦、信徒警醒同埋追求得勝嘅目的嘅。去到 C 啦 ，commitment。咁啊，呢段禱文咧係幫我哋可以重新決志，同埋重新立志做一個得勝、過豐盛生命嘅基督徒。喺下一課開始之前，大家可以喺評論區度留言討論以下問題啊！你對聖靈係愛 Alpha Course 嘅觀點啦，有冇乜嘢特別嘅睇法呢？你覺得天父嘅愛、耶穌嘅愛同埋聖靈嘅愛3個位格嘅愛嘅顯性上面呢，係咪有所不同嘅呢？我哋呢個以經解經實意釋經頻道呢，算係比較新，需要你嘅留言討論啦、like 同埋 subscribe 㗎。特別係你嘅留言討論啊，相信能夠啟發到我咧，日後製作啲咩內容俾大家。